我知道你哋教育出版社嘅科學科同人文科電子書已經通過咗教育局審批，咁係咪代表你哋唔可以再更新當中嘅內容同資源呢？答案梗係 no 啦。根據教育局指引，只要有需要，出版社係可以主動申請送檢更新內容，而且係無需要按照恆常嘅送審期提交申請㗎。而我哋教育出版社係會持續優化電子課本嘅內容同埋資源，務求令教師同埋學生可以享受更優質嘅學與教體驗。教育局嘅電子課本評審程序係一個相當嚴謹嘅過程，所以能夠通過送審嘅電子課本先至係信心保證。教育局嘅課本評審程序簡介文件中列出咗一系列電子課本過審嘅要求，當中有兩個好重要嘅層面。第一就係電子書必須要符合相關科目課程嘅宗旨同埋學習目標，而且內容係要完整嘅。第二，電子課本嘅技術同埋功能要求要有效運用於學與教同埋評核嘅活動當中。送審嘅電子課本內容質素能夠達至一定水平，先至可以列入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所以能夠通過送審嘅電子課本係質素嘅保證。而本社係市場唯一可以喺科學科同埋人文科能夠做到中英文版教材，包括紙本版、電子版同步過審嘅出版社。要有豐富嘅出版經驗同埋專業嘅團隊先至可以做到㗎。所以學校喺揀選教材嘅時候，尤其是係 BYOD 嘅學校，應該就知道點揀啦。